你知唔知道你每日嘅自控力其實只有100分，同信用卡一樣，用多咗就冇噶啦。朝頭早塞車減15，上司突襲減20，午餐猶豫減5分，晏晝會議減20，翻到屋企仲要煮飯減15，到夜晚剩翻低10分能量，你仲要面對伴侶、email、Netflix 爆廠係正常。所以重點唔係點樣堅持，而係點樣分配。今日教你5個方法。第一，90分鐘深度工作，朝頭早最清醒嘅時段做最難嘅事，手機校飛行模式，開番茄鐘。第二，決策自動化，早餐固定，衣着統一 ，app 只係保留必要嘅3個，少諗嘢等於少耗能。第三，環境干預，零食放遠啲，社交 app 移去第2版，台面只係留當日3件事。第四，鏡像同頻，身邊朋友太放縱，你係好難撐落去。調翻轉，同自律嘅人一齊，你自然就會變得更加自律。第五，節點補能，每90分鐘休息5分鐘，補水加少量蛋白俾腦部充電。所以請你記得，自律係結果，設計係原因。當你學識管理自己嘅能量，自控就會自動發生。最後，我為呢個內容準備咗一條深入講解版嘅影片，留言自控力，我會將呢個內容送俾你。